关怀独机的长辈，华山基金会南投鹿谷站穿这个太空人衫，仿是向来一个白雪阿嬷。因为阿嬷真爱看月娘，所以站长就用这款可爱的方式陪阿嬷来过中秋。 鹿谷乡的独机时代白雪阿嬷真介看月娘，华山基金会鹿谷站发挥创意，穿太空人的衫，搁扎爱心物资来看阿嬷。 那因为白雪阿嬷她最喜欢就是看月亮，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利用这个中秋节之前的这个机会，来跟阿嬷这边办一个太空人，就是圆满她的心愿。 因为疫情的关系，收到的物资嘛相对较少。华山基金会配合中秋节办理祝福的活动，希望各界善心人士会当来捐资源。我们就希望透过这样子的方式，然后来发起一个祝福小卡的活动，让各界人虽然不能直接来接触到长辈，可是他可以透过我们华山一个祝福小卡，写下他对长辈的祝福。 华山基金会长期关心独机时代，希望社会大众有钱会当出钱，有力会当出力，和华山基金会做伙关怀弱势家庭。嗨，我是庄宇杰，想要看到更多的新闻内容吗？赶快订阅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，并且开启小铃铛，跟着宇杰一起看新闻吧。